多謝大家使用西門子嘅電器。咁依家就等我同大家介紹翻西門子嘅嵌入式洗衣乾衣機嘅功能同埋使用注意事項啦。呢部洗衣機嘅最大洗衣量呢就7公斤，最大乾衣量呢就4公斤。咁原產地呢就係意大利嘅。打開咗個洗滌格呢，咁最左手邊嗰格呢就係放洗衣粉同洗衣液嘅，中間嗰格就放柔順劑嘅，而最右手邊嗰格呢就係放預洗用嘅洗液或者係消毒液嘅。如果有需要用預洗用嘅洗液或者消毒液，記得先啟動呢個預洗功能。咁一陣間會同大家介紹點樣開啟噶啦。依家同大家逐一介紹我哋嘅洗衣程序啦。Cuttons 棉質衣物洗衣程序。咁呢個洗衣程序呢，就適合日常使用嘅，洗衣量呢亦都係最大嘅，可以支持到7公斤嘅。咁佢總共有4個水溫俾大家選擇啦，30至40度呢就適合日常使用嘅。如果60度嘅話呢，譬如假設你出入完啲醫院診所啊，咁需要有啲較高嘅溫度呢去做一個較高嘅衛生要求呢，可以用60度嚟洗啦。咁90度嘅話呢，我就建議大家呢定期呢1個月度啦做一次，擰過去，咁啊乜都唔使放噶啦，咁啊做一次高水溫洗滾筒，咁啊時刻保持住清潔衛生嘅。Mixed Fabrics 混合衣物洗衣程序，呢個洗程呢就支持3公斤嘅洗衣量嘅，咁適合清洗大部分纖維類型嘅衣物噶。過水同埋脫水程序呢，就適合手洗後呢需要呢過乾淨嘅衫嘅。排水同埋脫水程序呢，就適合呢遇到一啲突發事情嘅時候呢，緊急停止部機時候用嘅。咁我哋用個例子去講解呢，會簡單易明啲嘅。假設你用緊 Cotton 40度嚟洗衫啦，咁突然間發現原來唔記得攞部電話出嚟，咁點算呢？咁首先第一步我哋撳咗暫停先，然之後呢我哋就擰去呢個排水加脫水。跟住之後呢，我哋就撳到個脫水轉速呢，去到最低嗰盞燈就係唔脫水。然之後呢，我哋再重新撳翻個 Start 掣。咁佢用1分鐘嘅時間呢，排完水呢，就可以俾你打開道門攞翻啲嘢出嚟噶啦。羊毛衣物洗衣程序呢，就適合一啲可以喺洗衣機度洗嘅羊毛衫嘅。咁記得洗嘅時候呢，睇睇衣物標籤，咁啊睇下適唔適合喺洗衣機度洗啦件羊毛衫。OK。纖幼衣物洗衣程序呢，就適合一啲可以喺洗衣機裏面洗嘅纖幼衣物，例如雪紡啊、運絲嗰啲嘅。輕柔衣物洗衣程序呢，洗衣量呢就係3.5公斤嘅，咁適合清洗一啲呢聚酯纖維嘅衫，咁即係例如嗰啲運動衫啊，或者係瑜伽褲啊、瑜伽衫啊嗰啲嘅。接住落嚟就同大家介紹翻乾衣程序。特強烘乾乾衣程序呢，就適合一啲耐高溫嘅衣物嘅，例如棉質衣物啊咁樣嘅。輕柔烘乾乾衣程序呢，就適合一啲纖幼少少嘅衣物嘅，例如彈性嗰啲運動衫啊。選擇乾衣程序之後呢，只需要呢連續按下呢個 Dry 掣呢，就揀選一個乾衣時間啦，再撳翻呢個 Start 掣就可以開始進行乾衣噶啦。絨毛清理係一個獨立清理機裏面殘留嘅絨毛功能嚟嘅。咁如果出咗呢盞提示燈嘅話呢，咁就擰過去呢個絨毛清理啦，去清洗翻機裏面殘留嘅絨毛，時刻保持住一個好嘅乾衣效果。接住落嚟就同大家介紹翻呢部洗衣機嘅額外洗衣功能。大家亦都可以調校洗衣時候嘅脫水轉速嘅。咁越高數字呢，洗完出嚟嘅衫就越乾身嘅。咁亦都可以校到唔脫水嘅。關於附加功能嗰方面呢，大家可以呢用選擇掣同埋確定掣呢去添加或者係刪除翻你揀咗嘅額外功能嘅。第一個就係預洗功能，咁佢適合呢洗一啲好污糟嘅衫，或者如果有朋友有習慣落消毒液嘅話呢，記得呢將消毒液落喺後格啦，再開呢個預洗功能。咁第二個呢就係強力去污啦，咁啊適合洗一啲特別污糟嘅衫嘅。第三個呢就係防皺易燙啦，咁呢佢洗出嚟嘅衫呢偏濕啲，冇咁潮嘅，咁方便你燙衫嘅。咁第四個呢就係加高水位，用多啲水呢去幫你洗衫啦，同埋延長成個沖洗流程嘅。第五個就係彈性時間，咁佢會呢適當地呢可以縮短你嘅洗衣時間嘅，慳翻少少時間。咁最後就係提示音，你開咗佢或者熄咗佢都得嘅。
預設程序完成時間，咁用家咧可以咧選擇喺幾多個鐘頭之後咧完成你嘅洗衣或者乾衣程序嘅，咁最長可以延遲咧24個鐘頭之後完成嘅。洗衣連乾衣，想喺洗完衫之後咧自動做埋乾衣咧，咁步驟好簡單嘅啫。咁首先咧我哋咧選擇一個洗衣程序先啦，然之後咧我哋咧就直接撳個 dry 掣，俾一個乾衣時間佢。咁跟住顯示屏咧就會顯示洗衣同埋乾衣所需嘅總共時間嘅。咁確定咗之後咧，我哋最尾咧撳翻個 start 掣咧，咁就開始噶啦。咁最緊要記得洗連乾嘅話，最多都係4公斤嘅衫嘅啫。OK。關於使用注意事項方面呢，有3點大家要記得留意翻。咁咧第一點咧就係洗完衫之後咧，記得打翻開個機門咧，殺翻佢啲濕氣。同埋洗完衫之後咧，膠邊都會可能有積水嘅，咁咧攞翻乾毛巾抹翻佢啦。咁另外定期都用翻90度嘅棉質洗衣程序咧，咁吉機洗翻1次，咁配合翻滾筒清潔粉用咧，咁就效果更加好嘅。咁最後再次多謝大家使用我哋西門子嘅電器。